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Hello Anfield。咁終於結束咗美國之旅，利物浦就翻到嚟主場迎戰摩納哥。今場季前熱身賽呢，再一次喺領先嘅情況底下被反勝，最終主場呢以2-3不敵摩納哥。如果單睇個賽果嘅話呢，連續兩場比賽都係上半場領先，下半場崩盤。對列斯聯嗰場呢，由2-0變成2-4，今場又由2-0變成2-3，的確係一個幾令人擔心嘅畫面。不過我自己咧就覺得同上一場一樣啦，我就唔會 focus 喺個賽果嗰度，反而咧就會睇下伊拉奧拿嘅部署，邊一啲球員開始適應到新嘅體系，同埋睇下我哋一班後備球員有冇吸取到上一場嘅教訓。咁首先當然要講一講我哋嘅正選陣容啦。今日嘅門將呢就有艾利臣碧加，後防有費林邦、恩杜偉、雲迪克同埋森美卡斯，中場呢就由加倫貝治同埋蘇布斯禮組成個雙中場，前線有古馬斯、域斯、加普同埋最前面正中鋒位置嘅伊薩。中斯今場波就冇列入到比賽嘅名單，官方原因呢就話佢因為髖部有問題所以缺陣。不過圍繞住佢嘅轉會傳聞呢就一直都存在，所以佢嘅缺陣當然就再一次成為大家嘅焦點啦。咁講翻場波先，今場波呢由開波1分鐘開始呢已經睇得出利物浦嘅進攻意圖同上一季好唔同。開波呢只係20秒，費林邦已經直接將個波送去古馬斯身後嘅空間，只不過因為越位，所以最後冇辦法形成一個真正嘅威脅。到咗6分鐘嘅時候，伊薩就揾到域斯，逼到摩納哥嘅門將需要做出撲救。到12分鐘，恩杜偉就直接將個波交俾格倫貝治，之後一腳長傳去到古馬斯嗰度，古馬斯第一時間將個波送入禁區俾伊薩，最後逼到呢對方嘅門將再一次需要撲救。呢一個攻勢呢，由自己嘅後場去到對方禁區，只係幾腳波嘅事啫。而15分鐘嘅入球就更加係一個非常典型嘅伊拉奧拿式進攻，格倫貝治同蘇布斯禮喺中間快速嘅配合，再由格倫貝治將個波送入去伊薩，伊薩簡單嘅一腳就已經完成咗個埋門。成個過程一啲都唔拖泥帶水，唔需要控球30秒，見到空間呢，就直接將個波擊入去對方嘅心臟地帶。之所以我會將頭15分鐘嘅攻勢逐個講出嚟呢，係因為呢一種比賽內容其實喺上季係好少見嘅。上一季嘅利物浦呢，好多時間都係有控球，但係個波呢，只係會喺後場同埋中場之間來回。但係今場波呢，就完全唔同啦，利物浦唔係為咗控球而控球，而係每一次攞到個波呢，都有一個非常清楚嘅目標，就係將個波向前傳。最能夠反映呢件事呢，其實係數據。去到33分鐘嘅時候呢，利物浦已經有11次嘅射門，6次中目標。要知道利物浦上一季呢，平均每一場波呢，只係得4次多少少中目標嘅啫。今場半個鐘頭多少少已經有6次。更加有趣嘅係呢，當時利物浦其實個控球率呢，只係大約得50%。換句話講呢，今場並唔係靠6-7成控球壓住摩納哥嚟打，而係每一次控球呢都更加有效率。有時呢，佢哋會用直接嘅長傳，有時呢，就2-3腳穿過個中場，有時搶翻個波呢，就已經立即去攻。呢一個先係今場最令人興奮嘅改變。而當進攻呢一邊叫做做到啲嘢出嚟，另一邊嘅高位逼搶呢，開始有啲眉目。上一季喺逼搶方面嘅問題呢，就係有第一個球員會出去逼，但係後面嘅隊友呢，就未必會同步，結果第一個人俾人過咗之後呢，中場就突然出現一個好大嘅空間。今場上半場明顯見到呢，利物浦嘅 pressing trigger 係清楚咗嘅，球隊並唔係每一次對手喺中堅攞波都立即衝上去，有時反而係刻意俾對方個波傳去邊路，等對方嘅閘位球員接咗波之後呢，先突然幾個球員一齊壓上。呢個時候前面嘅球員就會負責封回傳，中場呢就同時向前，令到對手呢覺得自己有空間，但係一接到波呢就會突然間被圍住，而呢一種壓迫嘅效果呢喺數據上同樣係睇得到嘅。摩納哥上半場呢只係贏到大約4成嘅對抗，而利物浦呢就贏到接近86%，即係差唔多10次嘅對抗入邊呢，我哋可以贏到9次。所以呢，你會見到加普幾次喺高位直接搶翻個波，亦都會見到蘇布斯禮同格倫貝治一直準備喺度搶第2點。而因為呢一個原因呢，亦都解釋到點解伊拉奧拿好似係更加可以接受到 risky pass 同埋傳失波嘅，因為呢，佢唔係要求你每一次呢都要將個波傳去自己隊友腳下，反而係希望你見到向前嘅機會就嘗試，即使傳失咗呢，都可以靠全隊立即去壓迫搶翻個波翻嚟。呢一點呢，其實幾令人諗起高普最強嘅時期。以前利物浦呢，其實好多入波都係第一次傳失，再喺對方呢未企穩之前呢，就立即反搶，然後第2次嘅進攻呢，先係真正可以成功嘅。今場開始呢，有翻少少呢一種味道。
但係要令呢一套足球真正能夠運行咧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就係前面幾個人之間嘅距離一定要夠近。而講到呢一度咧，咁今場嘅另一個重點就係伊薩同埋域斯啦。個人嚟講咧，覺得今場最大嘅正面信號咧，就唔係呢兩位球員都有入波，而係佢哋咧開始建立緊個默契。上一場對列斯聯呢，伊薩其實都幾多跑動，亦都有參與進攻，但係95分鐘裏邊咧，佢哋係錄得0次嘅射門嘅。呢一個數字咧，對於將會預期成為今季利物浦入波主要來源嘅中鋒嚟講咧，當然係唔合格啦。尤其是係當沙拿離隊，利物浦一定要有人接過呢個入波嘅重任。而今場嘅伊薩咧，就更加似原本我哋預期嘅嗰個伊薩。佢個入波咧處理得非常之冷靜，但係比起入波咧，更加重要嘅係佢今場終於唔使自己墮後去攞波。原因咧就係域斯今場同佢嘅距離更加之近，好多時咧兩個人其實只係相隔幾碼嘅啫。域斯一接到波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抬起頭睇下伊薩去跑去邊度。當一個10號位嘅球員可以咁快將個波送到去前鋒嘅腳下咧，伊薩要做嘅事咧就相對地變得簡單好多啦。走位啦，拉開中堅，衝入禁區，完成射門。而且伊薩佢身形咁高大，有速度，亦都有技術，根本咧就唔需要將啲事情搞到咁複雜。你只要將個波送到危險嘅區域交到俾佢咧，佢自然就會識得自己搞掂噶啦。伊薩今場另一樣我幾中意嘅就係佢明顯有嗰種前鋒需要有嘅自私。有一次咧，古馬斯就喺右邊推進，伊薩咧其實已經有個空位噶啦，但係古馬斯咧就選擇給大位自己起腳。鏡頭咧就影到伊薩當時就非常之不滿，可能咧就會有人覺得啊，只係一場熱身賽啫，使唔使咁嬲？但係我自己反而係樂於見到呢一種反應嘅。因為沙拿離開咗之後咧，利物浦係需要有另一個球員覺得我要做呢一隊波嘅入波核心，無論係友誼賽定係正式嘅比賽咧，只要呢個球員可以走到位，我就係想入波，我就係要呢一種飢餓感。我覺得咧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就唔係單純話因為要爭食而怪責隊友嘅嗰種憤怒。而如果咧伊薩係最後負責完成進攻嗰一個咧，域斯咧就會係負責將成套進攻去串連埋一齊嘅嗰個人啦。今場域斯踢個10號位，我覺得暫時係季前目前到為止最有說服力嘅一個表現。當然咧仲未係完美，但係至少我哋開始睇到點解利物浦需要買佢去踢呢一個位置。佢一攞到個波咧，第一個意圖就係永遠都係向前，一有空間咧就會俾直線。見到伊薩咧有走位，佢就嘗試去避伊薩，而佢自己咧就識得喺禁區隨時準備後上。而且咧今場佢有一個細節咧，我就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域斯咧佢仍然會墮後喺後邊攞波啦，但係佢就唔會長時間停留喺中場附近位置，反而咧佢接完波之後嘅3-4秒咧就會重新衝翻去伊薩嘅身邊。所以佢同時咧可以參與到組織，又唔會因為墮得太後而冇咗10號位應該有嘅威脅。佢今場嘅入波咧就係一次好好嘅後上嘅體驗。除咗進攻之外咧，佢亦都積極參與逼搶同埋搶第2點。所以今場最大嘅得着其實就係睇到呢兩位球員之間開始建立嘅一啲 connection。隨住呢個9號同埋10號真正嘅成熟啦，利物浦嘅進攻咧將會比起上季咧簡單直接好多。亦都相信可以打消唔少上季對於伊薩同埋域斯嘅批評嘅人啦。佢哋兩個咧都帶住極高嘅身價加盟到利物浦，而兩個人各自都因為種種嘅原因未能夠發揮到應有嘅水平啦。嚟到新一季啦，肯定佢哋兩個咧係會比其他人更加渴望去證明自己，帶領利物浦去重上高峰嘅。今場波嘅進攻結構之下咧，另一個可能受惠嘅球員咧就係加普。今場加普嘅位置咧係比較特別嘅。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由頭到尾都係企喺左邊嗰度等，反而咧左閘壓前 overlap 嘅時候咧，加普就會主動收去中間。有時咧佢就會走去域斯附近度幫手串連啦，有時佢就直接走到去伊薩嘅身邊做咗個副鋒嘅。呢一種自由度咧，對於加普嚟講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之前大家對佢嘅其中一個疑問就係伊拉奧拿需要嘅翼鋒咧，通常都係有速度啦、爆發力啦，同埋好強嘅單對單個人能力。但係呢幾樣嘢咧，其實都唔係加普嘅強項。所以如果咧佢唔需要守死喺邊線嗰度咧，而係可以自由咁喺左邊、中間或者禁區之間游走咧，其實佢嘅技術、身形同埋入球能力咧就更加可以發揮得好。今場波咧，佢雖然就冇直接嘅入球同埋助攻，但係傳波方面咧，佢非常之穩定啦，亦都參與咗大量嘅中路配合。當伊薩拉走咗中堅嘅時候咧，佢就補咗入去中路。
當伊薩留喺中路嘅時候咧，家普又拉翻出去外邊去創造機會。所以如果最後家普可以留隊嘅話咧，我反而係幾想睇伊拉奧拿會將佢變成一個點樣嘅進攻球員。講到前場嘅另一邊啦，今場正選嘅古馬斯咧，同樣值得我哋去睇一睇佢嘅。古馬斯今場可以出現喺呢個正選陣容入邊咧，其實本身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肯定嚟嘅。今場古馬斯有幾次埋門就處理得唔算太成熟啦，有一下10碼左右嘅機會射高咗，應該可以處理得更加好。但係除此之外咧，其實佢嘅跑動啦、侵略性、身體對抗，我覺得都幾符合伊拉奧拿嘅要求。除咗前場有古馬斯呢個驚喜，後場嘅驚喜就一定係恩杜偉。而恩杜偉呢個情況咧，最無奈嘅就係當佢越踢得好咧，其實我哋就越唔想佢離隊。今場同雲迪克咧拍住踢個中堅啦，完全冇嗰種青年球員突然間俾人派上一隊嘅慌亂感覺。身高6尺5啦，身體條件非常之突出。上半場咧，佢贏得最多嘅攔截同埋對抗，而且所有對抗咧全部都成功。喺傳波方面咧，亦都幾乎係冇咩失誤嘅，即係佢咧既可以處理到身體對抗啦，亦都可以喺搶到個波之後快速將個波傳去中場。呢幾樣咧都係伊拉奧拿中堅需要具備嘅能力。今場波咧，恩杜維有一球咧壓力之下轉身護住個波咧，見到晏菲路嘅球迷咧即刻就拍爛手掌。亦都有一次非常之清脆嘅鏟波。今日見到佢嘅中堅拍檔係雲迪克啦，其實佢哋賽前已經不斷咁喺度溝通，見到熱身嘅時候已經喺度慢慢喺度斟啦。對一個年輕中堅嚟講咧，可以直接由雲迪克呢一種咁嘅能力嘅球員去教你企位，教你幾時去壓前，幾時去保護身後咧，呢一種經驗咧簡直係無價。而關於呢一位年輕球員比較正面嘅消息咧，就有講法話，其實如果佢今個夏天可以借到去歐洲5大聯賽嘅球隊咧，並且獲得一個穩定嘅上陣機會嘅話咧，佢係有機會可以喺1月度符合到回歸利物浦嘅條件。但係現階段咧，我哋仍然視為一個有機會會發生嘅條件啊，而唔係一個肯定嘅計劃。但係如果真係做得到嘅話咧，相信佢可以出去踢半季高水平嘅一隊足球，對佢自己嘅進步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不過亦正正因為恩杜維表現得咁好啦，就更加凸顯咗另一個問題啦，就係利物浦現時正選同後備之間嘅差距咧，仍然係非常非常之大。而呢一個問題咧喺下半場再一次暴露出嚟。其實今場同列斯聯嘅嗰場下半場咧，幾乎係一模一樣嘅。上半場當啲主力喺陣中嘅時候咧，就有組織啦，有逼搶，有明確嘅進攻方向。但係一去到下半場咧，成場比賽突然間就好似熄咗個總掣咁。頭15分鐘咧，已經明顯見到個強度下降啦。公平啲講，呢班主力咧好多都係世界盃之後第一次踢超過45分鐘，所以體能下降咧，我覺得係正常嘅。但係值得注意嘅係咧，當初咧呢一段下滑發生嘅時候咧，其實利物浦仍然係有大量嘅正選球員喺場入邊，所以就唔可以完全係怪晒俾後備嗰度嘅。而其中一個令人擔心嘅位置咧就係門將啦，艾利臣碧加咧上半場回歸之後咧，其實成個防線明顯都有一種安心感，因為佢就唔需要做太多撲救。淨係企喺後面咧，佢嘅出波啦、判斷同埋指揮咧，都已經足以令到我哋覺得非常之安心。但係當換入咗馬馬達舒維尼之後咧，喺幾分鐘之內就已經再次出現問題啦。而家球波咧，佢就交到去中路，自己嘅隊友咧就明顯俾對手壓住，令到球隊咧立即就陷入一個混亂之間。咁之後佢其實有一次非常精彩嘅單對單撲救啦，呢一個咧就證明其實佢個撲救能力咧係非常之好嘅。但係問題就係佢撲完第一下之後咧，第二下咧仍然係俾摩納哥嘅球員射入嘅，所以對馬馬達舒維尼咧，我覺得現階段個評價仍然係對佢嘅撲救能力咧係有信心嘅，亦都值得正面嘅嘉許。但係佢嘅傳送決定咧，仲需要好大程度嘅進步，尤其是伊拉奧拿咧要求球隊咧快速由後場向前啦。一個簡單嘅失誤咧，就唔單止係失去控球權咁簡單，而係可能直接令到對手可以撕穿你嘅防線。利物浦咧由2-0變成2-2之後咧，去到接近60分鐘就開始大量換人啦，換入咗麥干奴、蒙路斯、Vio 仔、約尼、張伯斯等等嘅球員。咁 Vio 仔咧就再一次被安排咗喺右手邊，蒙路斯咧就踢翻自己比較習慣嘅左路啦。呢一個安排其實都值得留意，因為 Vio 仔咧季前已經唔係第一次去踢右翼嘅位置。
所以我估咧，伊拉奧拿就唔係單純想試陣，而係真係想發展 Rio 仔成為一個左右兩邊都可以踢嘅球員。而 Rio 仔上場之後最大嘅特點咧，仍然係佢非常之直接啦，攞到個波咧就成日想自己去，一有機會咧就想切入同埋射波。不過咧，我仍然維持之前嘅睇法啦，我覺得 Rio 仔係一個 bonus 嚟嘅，就唔應該因為佢季前踢得好咧，就成為我哋唔買右翼嘅理由。咁至於蒙魯斯咧，第一次為利物浦上陣啦，今場其實真正攞到波嘅機會就唔多，但係其中一次咧直接爆過對手嘅閘位咧，已經令到晏菲路嘅球迷起哄啊！咁佢最吸引嘅地方當然係速度快啦，而且左右腳都可以處理到個波，所以長遠咧其實佢就唔一定係踢左翼，我認為佢可以勝任到右翼啦，甚至中路嘅選擇都 OK。不過咧，下半場利物浦咧整體都係俾摩納哥壓住，所以前面幾個人其實根本就冇足夠嘅供應，所以不論係 Rio 仔、蒙路斯或者係後來移咗去中間嘅古馬斯咧，其實都好難真正表現到自己。而麥干奴咧今場其實表現到佢嘅侵略性，亦都願意落腳同埋同對手進行身體嘅對抗啦。但喺組織方面咧，佢嘅存在感依然係非常之有限。艾利諾方面咧喺後段就入場。晏菲路嘅球迷咧，明顯對佢咧係非常之支持嘅，佢自己亦都表現得非常之感動。但喺足球嘅角度去睇咧，佢同樣係未能夠真正改變到個比賽啦。而呢一個咧就再次帶翻去我哋之前講到陣容深度嘅問題。如果域斯受傷或者需要休息嘅時候，艾利諾能唔能夠提供到差唔多程度嘅10號位嘅能力呢？現階段我係非常之有保留嘅。至於約尼啦，今場其實就比較平庸一啲。有一啲時間咧，其實仍然見到佢嘅傳球能力，攞到個波咧就立即向前傳啦。但係相對之前幾場比賽咧，呢場波就多咗少少鬆散嘅傳球，所以我就唔會話今場係佢最好嘅表現。不過整個季前賽嚟講咧，約尼仍然係最穩定嘅其中一名球員。相反咧，格蘭貝治今場雖然就參與咗第一個入波，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其實佢嘅狀態仍然唔係太好嘅。呢一個都合理嘅，因為翻嚟其實訓練咗嘅時間就唔算太長。而蘇布斯禮今場當然繼續證明佢嘅多功能性啦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踢個雙中場，之後佢嘅進攻能力同埋佢嘅射門能力亦都得到大家嘅肯定啦。喺上季嘅時候更加客串過右閘，但係我自己就認為就真係唔好將佢嘅能力浪費咗喺閘位個身上。因為今場見到咧，當佢喺中路參與配合嘅時候咧，後上壓迫同埋直線跑動嘅能力咧，對利物浦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大嘅中場優勢嚟。不過講完中場，今場真正令人擔心嘅咧，繼續都係後防。尤其係有一個問題就係由上季啦到上場列斯聯，甚至去到今場都未真正解決到嘅咧，就係死球啦。去到88分鐘，摩納哥就再一次憑呢個角球入波。防守球員咧，甚至連最基本嘅起跳去爭第一點都未做好。咁上一場對列斯聯咧，其實我哋已經見到類似嘅問題啦，都係界外球角球啦，第一點、第二點，對手其實就唔需要做啲太複雜嘅策略或者設計，已經可以喺利物浦禁區度製造到唔少嘅混亂。而呢一個咧就唔可以完全用季前賽去解釋，因為呢一個問題咧，其實已經由上季延續到今季，延續到今場。另外有一組數據咧，我就覺得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嘅，係利物浦頭33分鐘咧就完成咗6次嘅射門中目標，但喺33分鐘之後咧，一直到完場咧就再冇增加到一次中目標嘅射門。下半場咧，摩納哥就有11腳嘅射門，6次中目標，而利物浦咧就只係得4個射門，0次中目標。咁換句話說咧，成個下半場就唔單止係防守有問題，而係成個進攻咧都好似消失咗一樣。咁更加誇張嘅咧就係，如果呢一場波同列斯聯嗰場波放埋一齊睇咧，利物浦上半場咧就可以贏4-0啦，但係兩個下半場咧就合計輸咗7球。呢個反差實在太過誇張啦。咁摩納哥自己咧其實下半場同樣換咗大量嘅球員，所以就唔可以話因為人哋出正選嚟打我哋啲青年軍，而係大家其實都喺度輪換緊嘅。咁加埋今場咧，其實4場嘅季前熱身賽總共就失咗9球波，場均咧就失超過2球。考慮到上季嘅防守其實已經係一個幾大嘅問題，呢一個數字咧就值得伊拉奧拿去留意，到底單單係死球防守出現問題，定係成個防守體系都出現問題呢？咁最後咧，我睇完呢一場2-3嘅比賽咧，我會形容為比數確實係有啲失望。
但係都有唔少正面嘅地方值得大家去期待嘅，例如高位嘅逼搶啦，有出格嘅壓迫啦，搶到第二點立即識得向前，中場減少冇必要嘅安全傳球，域斯同伊薩嘅配合，逆風嘅收窄，閘位嘅向前，一失波之後大家即刻去反搶呢。其實呢一啲咧已經唔再係理念嚟噶，已經係喺比賽度真正做到出嚟嘅。問題咧就只係現階段呢一套足球咧，可能只係維持到33分鐘或者40分鐘。但係利物浦真正要爭冠嘅話咧，就要將呢一個比賽嘅節奏維持到90分鐘，甚至唔係一場嘅90分鐘，而係成個球季。而呢一個部分咧，就未必係伊拉奧拿一個人可以能夠解決嘅。咁球會嘅高層咧，就需要喺轉會窗度繼續努力啦，給予伊拉奧拿佢需要嘅支持同埋陣容深度。咁下一場波咧，我哋就會對科芒，距離正式開季咧又再近一步啦。咁到時我最想睇嘅咧就唔係利物浦可唔可以贏波，而係今場頭30幾分鐘嘅強度究竟可唔可以慢慢延伸到60分鐘，再由60分鐘延伸到90分鐘呢？因為呢一套打法其實如果真係可以穩定落嚟嘅話咧，我覺得新一季嘅利物浦咧係幾值得球迷去期待嘅。但係如果每一次正選一換走，成隊波嘅結構就立即消失嘅話呢，咁轉會窗最後呢一段時間呢，利物浦嘅高層就真係仲有好多嘢要慢慢執啦。咁今條片呢，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。上條片出完陣容深度呢，就即刻借咗巴塞嘅阿魯荷翻嚟。咁如果講得切嘅話呢，我都會想做條片去介紹一下呢位新球員嘅。或者大家有咩內容想聽呢，都可以下邊留言分享話俾我知。咁中意呢條片呢，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、share 啦、開埋通知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。咁最後呢，就係最近因為將啲片呢都擺咗上去 Apple Podcast 同埋 Spotify 等等嘅平台。咁如果你哋係喺 Podcast 度聽緊嘅話呢，歡迎去 YouTube 嗰度 subscribe 翻我啦。咁比賽日呢，其實我哋仲會有直播同其他利迷一齊睇波同吹水嘅。咁就記得繼續支持呢個 channel 咯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